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到嚟尋源探秘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智澄。今日會講啲咩呢？由於近來呢，我忙於搬我自己嘅寫字樓啊，所以實在冇太多時間去準備影片，不如呢，同大家就講下一啲關於玄學上一啲比較有趣嘅事情啊，等大家都可以分享下，同埋可以當大家朋友傾下偈。你如果有咩興趣或者咩特別喺玄學上想問嘅問題呢，都可以喺留言區通知我嘅喎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，俾個 like 我，幫我分享出去。當然你哋意見係最重要嘅，等可以令到呢個頻道呢發展得越好。不過呢，需要多多支持啊，因為點解呢？我個頻道訂閱率本來曾經超過1萬，突然間又跌翻嚟9900幾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啦，因為呢，我真係好想自己有5位數字嘅訂閱啦。好啦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啲咩呢？好多人呢，尤其是對玄學有興趣嘅人呢，都曾經去想或者嘗試去揾人開呢個第三眼嘅，或者開陰陽眼啦。咁開嚟做乜呢？好簡單，梗係希望睇到靈體啦。咁係咪真係咁易開到呢？嗱，不如我又講解下，究竟喺道家方面嘅認知，陰陽眼有邊幾種呢？其實呢，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同靈體接觸或者見到靈體嘅喎。不過呢，方式就唔一樣。嗱，首先講呢，一啲叫天生陰陽眼嘅人呢，就分2種嘅。一啲呢，就命格呢，就非常之強，例如純陽八字啦。由於能量太強啦，所以接收到唔同頻率嘅能量，所以睇到靈體呢，係絕對唔奇嘅喎，甚至可能會睇到其他高能量嘅生物或者能量體添。另外一種呢，就係呢個所謂正宗嘅陰陽眼啦，佢嘅命格呢，就比較陰啊，即係同靈體頻率呢比較接近，但係呢又未到係完全一樣啊，一樣就變鬼啦。咁佢會點呢？就有陣時呢，當佢情緒比較差或者唔好舒服嘅時候，或者一啲比較冇咁精神嘅時候呢，佢嘅頻率呢就變得低咗。咁呢個時候呢，佢又有機會見到靈體，同埋呢又或者可以同靈體接觸到啦。而我哋一般人有咩機會同靈體接觸呢？頭先講咗啦，因為呢原來人呢喺病啊、唔舒服啊或者個情緒好差嘅時候呢，個頻率都會變低嘅喎。所以呢，你哋有冇發覺你哋可能嘅遇鬼經歷呢，都係發生喺你情緒唔係咁好啊，或者有啲唔開心事情發生啦，甚至好攰嘅時候呢？因為呢個時候呢，係你能量比較弱，同埋呢頻率比較差，所以呢就有機會同靈體頻率接近呢，就有機會見到靈體噶啦。咁究竟開第三眼係咪真係會見到靈體呢？嗱，首先我要同大家講啦，開陰陽眼同開第三眼呢，都係一個概念性嘅嘢嚟嘅。主要嚟講呢，用法都係一種方式，就係開啟我哋呢個眉心呢個位。咁眉心呢個位呢，開咗之後會咩情況呢？就會令到你容易接收其他能量，例如靈體能量啦，甚至高能量嘅一啲物體。不過記住，我哋開咗呢個位呢，唔係一定會令到你睇到嘅。例如我有啲師兄呢，佢哋開咗之後呢，淨係聽到；有一師兄呢，甚至係聞到；有一師兄呢，就會係味覺受影響，甚至我聽過師傅講嘅 case 呢，會係觸感受影響嘅。嗱，咩意思呢？除咗原來睇到之外呢，仲可以聽到啦、聞到啦，影響你味覺啦，同埋呢掂到嘅。掂到嘅情況呢，通常都係能量已經比較差，再開埋第三眼，咁變咗你嘅能量呢，就非常非常之同靈體接近，靈體對你影響性呢，亦都非常之嚴重。點解會接觸到係最大件事呢？因為當你接到靈體，即係靈體呢，可以影響到大部分嘅感受啲器官啊，所以變咗嚟講，佢攞你能量呢，係攞得非常非常之多嘅喎，所以情況呢，係最危險嘅。咁另外啦，若果你開完第三眼，係開咗個聽覺，咁佢點呢？咁咧你就睇唔到靈體喎。等靈體經過聲音啊，或者之前身心不忿一啲臨死前嘅説話，你都有機會聽到嘅。咁啊聞到咧就比較麻煩啦，即係去一笪好靚嘅地方，
突然間聞到啲垃圾味啊，甚至好似腐爛咗嘅屍體啊嘅味道咧，咁即係話你開第三晚之後咧，可能你嘅嗅覺受影響，咁你就有機會咧，淨係聞到一啲唔正常嘅味道嘅時候咧，就代表身邊會有靈體存在啦。味覺咧係我覺得呢種最慘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當你開味覺嘅第三晚咧，當你去到一個好好嘅茶餐廳或者5星級酒店食自助餐嘅時候，人哋個食得津津有味，但係若果個靈體嘅話，你食嘅時候可能味道咧就唔係好美味嘅嘢，就好似食啲好難食嘅嘢，甚至食屎咁情況。所以呢情況咧就最慘嘅。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亂去試開第三晚，因為第三晚咧確實會令到身體咧非常之大影響，甚至咧可能你適應唔到生活嘅喎。咁咧天生陰陽眼咧，究竟由幾多歲至幾多歲會睇到咧？其實咧，當你有意識，即係大概係有自己思想2歲零嘅時候咧，就已經開始睇到靈體噶啦。咁睇到幾大咧，就要因人而異啦。因為咧，每個人咧經過年長啊或者能量轉化嘅時候咧，慢慢佢呢種睇靈體嘅力量咧，可能會消失咗喎。但係天生強命格嘅，譬如純陽八字嗰啲咧，就有機會咧一路睇到80歲睇到靈體。咁好特別嘅，其實原來睇靈體咧都有分頻率唔同嘅喎。喺我未學呢行之前咧，我以前咧淨係睇到一啲東方籍，即係中國籍啊或者華籍嘅靈體，即係咧去泰國會睇靈體啦，會喺中國睇靈體啦，香港睇靈體，但係睇到全部都係啲華人嚟嘅。但係跟住咧，我跟咗師傅學完嘢之後咧，我睇嘅靈體咧就可以去到所有任何國家地區嘅靈體都睇到啦。原來咧靈體都有分頻率唔同，即係話你陰陽眼睇到香港或者中國嘅靈體咧，未必睇到西方嘅靈體嘅。所以大家要明白呢樣嘢，千祈唔好諗住開咗陰陽眼咧之後咧就乜都睇到。同埋開咗陰陽眼咧，其實某程度上咧，即係話幫你個人咧自動開咗個窿啊。因為第三晚咧，正常嚟講咧，你唔係做既有內功修練啊，或者學道咧調節好個身體之後先開咧，咁就安全啲。但係如果你完全未調節嘅時候開咧，呢個位咧就等於開咗個窿，咁所有唔好能量咧都容易喺呢個窿嗰度伸入去，變咗咧你身體會越嚟越差啦。運勢會越嚟越差，所有嘢都係唔係一件好事嚟嘅，所以我先同大家講陰陽眼或者第三眼，除非你有先學過一啲關於調節好你內部，將你個能量補充翻、加強翻，有足夠嘅保護咧，否則我係絕對唔建議大家開第三眼嘅。有好多人會問啦，師傅你有冇開第三眼服務㗎？嗱，嚴格上嚟講咧，我就冇開第三眼嘅服務嘅。不過咧，我就會收一啲學生，例如佢哋好想喺玄學呢邊發展咧，我就慢慢循序漸進咁教佢哋咧增強自己能量啊，令到自己嘅靈魂咧更加純正、更加易保護之後咧，我先教佢哋點樣去開通第三眼，同靈體有機會接觸到。但係開第三眼咧，主要嚟講唔係淨係同靈體接觸㗎，係希望佢哋嘅道感同第六感加強，呢個咧先至係真正開第三眼嘅好處。大家覺得我今日講嘅嘢有冇趣味呢？如果有趣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或者咧講你哋想知道嘅嘢，我會盡快同大家講嘅。我反而覺得有陣時咁樣坐低同大家傾下偈咧，反而可能你哋會更加鍾意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頻道，例如俾個 like 我啦，訂閱我頻道啦。當然你哋嘅支持，我一定會想辦法回報嘅。我遲啲會提供特別優惠或者啲免費服務俾大家嘅。希望大家繼續留意頻道。好啦，今日係講咁多，拜拜，再見。